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运动对人的身体非常的重要。今日呢，梦欣老师要带大家来跳尊巴有氧的运动。在运动之前呢，我哋要先来暖身运动。第一张暖身动作是颈椎伸展，你要得会数，不用在头那档，轻轻的往旁边拉紧，稍微停留3秒钟。3、2、1，慢片上，同样。3、2、1，非常好，要保持呼吸。第一张暖身动作是肩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慢片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下一张暖身运动，手伸出来，用到头拿后面，准备往旁边，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往另一片上，准备停留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接下来暖身运动是转腰，准备哦，人家得会数，不用到前面，准备转到后背，停留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，放另一片上，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人家得把膝盖抬起来，站要起好来哦。准备3秒钟，3、2、1，用下来，往另一片上，停好来，3、2、1，用下来。注意哦，如果站不稳的话，你的手就不用那压片。停留3秒钟，半片上，咪係停留3秒鐘，非常好。接下來，人家就會配音哦，來動態暖身，聽聽夢欣老師強下來運動哦。踏步，準備哦，往前走，1、2、3、4，後退，1、2、3、4。再100哦，1、2、3、4，抬膝，非常好哦，加上手，多100，还有100，轻轻跳起来。非常好，站好一边，保持呼吸哦。往旁边踏冰，加上手，准备哦，手往上推，保持呼吸，往旁边画圆，非常好。张了一兜哦，往前踩，轻轻跳起来，往旁边，非常好，保持呼吸，非常好，大家表現得當好。暖身動作做完之後，接下來我哋就會聽聽夢欣老師來尊巴有氧咯。暖身過後，接下來我哋就會進入尊巴有氧嘅動作咯。還記得上一擺我哋好乜嘅動作冇？我來複習一下，準備哦，1、2，慢片上，3、4、5、
6、7、8，够100哦。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还有撇的数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还记得冇？再来100哦，准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三下来继续复习哦，准备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来100，准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遍，准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然后就要加速，涨了100哦。准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今日新的课程係。人家就要繼續教下去，準備哦。先學人家就要腳譜，一譜1、2、3、4，非常簡單。再來一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張100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站了一边哦，加上数，看身上的数，數牢給卡起來，往旁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注意哦，我加一些的斯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站了100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看清楚來哦，站10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做完400之後，我哋就要轉身，揾葉片，同樣做1、2、3、4，葉片上只要做2遍就好。再來又張碗片，1、2、3、4，每同樣做200就好。碗片上1、2、3、4就轉來。張來100哦，前面人家都要做4遍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碗片上1、2、3、4，再碗片5、6、7、8，還有3、2、3、4，前後4拍5、6、7、8，行轉來。
走落100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半片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安尼做得无？走落100哦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走100哦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俺就要加快速度咯。正面做218拍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换边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回正，再落100，搁较夹到诶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半片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就跳到同好哦，接下来俺哋就要配音乐来练习一下。准备哦，5、6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3、4、5、6，半片3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跳110通奏的时候保持呼吸哦。够100哦，准备。5、6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走落100哦，准备。准备。5、6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半片3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俺也得要调整一下呼吸，准备休息一下哦。